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嘅題目係靈魂之窗，眼睛嘅保護。首先測試下大家用眼多定係用耳仔多呢？先聽兩首兒歌。第一首，我哋先閉上眼睛聽音樂，睇下能夠掌握到幾多歌詞。清晨陽光灑滿地，爸爸牽着我的手，書包裡裝滿了愛，他說要勇敢向前走。聽爸爸上學去，認真學習不掉皮，他的笑像星星亮，照我成長的足跡。遇到難題不要怕，爸爸救我慢慢想，橡皮擦掉小錯誤，橡皮寫下大夢想。聽爸爸上學去，功課做得快又急，他的鼓勵像魔法，讓我變得更聰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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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的愛是翅膀，帶我飛向知識海，每天進步一點點，我是他的小驕傲。聽爸爸上學去，未來一定會美麗，因為有他在身旁，我就是幸福第一。好，接下嚟我哋又張開眼睛，今次同時聽音樂，睇下我哋又能夠掌握幾多嘅歌詞。風兒吹過綠樹上，我在草地蹦蹦跳，忽然聽見啾啾聲響，小小鳥兒掉下來了。我的小鳥別害怕，輕輕把你捧回家，用樹葉做小被被，用愛心當你的家。每天為你小蟲蟲，陪你練習飛高高，你在我肩頭唱歌，像顆會跳的音符。我的小鳥長大了，翅膀閃着金陽光，你說謝謝小主人，用歌聲代替擁抱。我們是自然好朋友，約定永遠不分開，就算你飛向藍天，我的心也跟着你。我的小鳥，記住哦，這棵大樹是馨香，想我時就來唱歌，我永遠都在這裡。愛的故事。請問你接收咗幾多資訊啊？好啦，接下嚟我哋講下眼睛同臟腑嘅關係。《黃帝內經》係現存最古老嘅中華醫學典籍。
裏邊講到五臟六腑嘅精氣皆上主於目而為之精，反映眼睛同臟腑嘅氣血盛衰息息相關。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主於目而為精，呢度所謂嘅精就係精明，係眼嘅視覺功能。我哋又講下中醫眼科嘅五輪學說，喺《銀海精微》嗰度將眼睛分為五輪，配屬五臟。五輪包括風輪、血輪、肉輪、氣輪、水輪。五臟就係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。我哋黑睛屬於肝，係風輪；兩眼角屬於心，係血輪；上下眼瞼屬於脾，係肉輪；眼白係屬於肺，為氣輪；瞳孔屬腎，係水輪。接下嚟，我哋又介紹下明目四君子。請猜猜明目四君子係包括邊四種中藥？嗱，古代咧未有眼鏡嘅發明嘅，但係古人經常要讀書，佢哋點樣保養眼睛呢？我哋嘅老祖宗推薦明目四君子，分別係枸杞、菊花、決明子、黃芪。請睇睇枸杞子，佢屬於補陰藥，性味甘平，歸肝腎經，功效係滋補肝腎，益精明目。現代藥理發現佢能夠改善乾眼嘅症狀，亦都可以舒緩眼疲勞。菊花屬於發散風熱藥，性味係甘苦微寒，歸肺經、肝經，功效係疏風清熱，平肝明目。現代藥理發現佢亦都可以改善乾眼嘅症狀，舒緩眼疲勞。決明子屬於清熱瀉火藥，佢性味係甘苦微寒，歸肝大腸經，功效係清熱明目、潤腸通便。現代藥理發現佢有降低眼壓嘅作用。黃芪屬於補氣藥，性味係甘溫，歸脾經、肺經，功效係補氣升陽、益胃固表、利水消腫、托瘡生機。現代藥理發現佢亦都有降低眼壓，並且有保護視神經嘅作用嘅。但係我哋要作溫馨嘅提示，以上嘅藥物唔適宜濫用，應結合中醫辨證論治。接下嚟我哋介紹一下國醫大師何普仁嘅養眼小動作。先講講何老嘅故事。佢當時派咗去非洲行醫，因為當地天氣炎熱，經常出汗。回國之後，佢發現佢患咗白內障，但係因為年紀老啦，佢唔想做手術，佢就每日堅持做養眼嘅小動作。當然要提一提大家，如果眼睛唔舒服或者有眼疾建議就醫嘅。好，我哋介紹一下養眼小動作。第一個係轉睛，閉上眼睛，我哋轉動眼球。首先，我哋順時針轉36圈，然後再逆時針轉36圈。好，我哋嚟試下順時針轉動眼球。如此者，我哋可以轉36下。接下嚟，我哋再逆時針轉動眼球。如是者，我哋轉讀36下。接下嚟，我哋第二個動作
係按揉承泣穴。承泣穴點揾呢？就係眼睛直視前方，眼球對落嘅位置同眶下緣交界處就係我哋嘅承泣穴。眼睛直視前方，眼球同眶下緣交界嘅凹陷位就係我哋嘅承泣穴。揾到穴位之後，我哋來回按揉。我哋可以用食指同埋中指咧一齊按揉嘅，堅持咁樣做。嗱，承泣穴咧，佢嘅功效具有疏風清熱、疏肝明目、止淚嘅作用嘅。承泣穴係胃經最近眼睛嘅穴位。我哋話脾胃係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。咁按揉呢個穴位咧，可以讓更加多嘅氣血注入眼睛，保養眼睛嘅。我哋再睇睇眼睛同肝嘅關係。肝開竅於目。嗱，我哋睇睇肝經嘅循行路線。佢係起於大指無際，經小腿內側向大腿內側，繞陰氣達小腹，屬肝落膽，布脅肋，再經咽喉，上連於目系，去到巔頂，而目系嘅支脈向下經面頰，環繞唇，另一個肝嘅分支流注去肺經。肝在翼為淚，我哋話淚為肝之翼，就係話咧肝精肝血咧係生淚嘅，係滋養眼睛嘅。換句話講，多淚嘅時候咧就會傷肝精同埋肝血啦。肝在志為怒。我哋話怒傷肝，當我哋生氣嘅時候咧，肝氣橫溢上逆犯於目，所以我哋有眼火爆嘅講法。所以咧，為咗保養好我哋嘅眼睛，請勿輕易動怒。每天早晨，我哋睜開眼睛，唔好睇手機，可以轉動眼球，揉眼睛。晚黑瞓覺嘅時候，我哋閉上眼睛，輕輕告訴我哋嘅靈魂之窗：你辛苦啦。感謝大家收睇，感恩大家。